當兩張被粉絲放大再放大、銳化再銳化的街拍截圖在社交平台上瘋狂流轉時，一場關於時間、空間與偶然性的全民偵探遊戲便悄然拉開了帷幕。主角是將凌克與田曦薇，兩位正當紅的年輕演員，他們被一雙雙雪亮的細節眼從茫茫網絡素材中打撈出來，拼置在同一張虛擬的比對桌上。左邊的畫面裡，將凌克戴着一副半框啞光黑眼鏡，鏡腿處隱約有一道銀灰色金燭鑲邊。他正側身站在某條鋪着煎灰色地磚的步行街上，身後是一家招牌被虛化處理過的連鎖咖啡店。落地玻璃窗上折射出冬日午後特有的暖黃色光暈。右邊的截圖則來自田曦薇的 Vlog 片段，她戴着幾乎同款的黑色方框眼鏡，鏡片邊緣的反光角度與前者驚人相似，而她正微仰着頭看向街道轉角處一盞復古鐵藝路燈，閣下是同樣色調的煎灰色地磚，遠景裡同樣有一家輪廓模糊的咖啡店，玻璃上流淌着相似質感的光線。這兩張截圖被並列擺放的瞬間，評論區立刻炸開了窩，有人篤定地列出同款眼鏡、同款地磚、同款街景角度三大鐵證，仿佛已經握住了兩人在同一條街上同一時刻並肩散步的實錘。然而，當我們從第一眼的震撼中抽離出來，試着用理性的標尺去丈量那些看似確鑿的細節時，卻發現這場視覺巧合的魔術才剛剛開始拆解。所謂同款黑框眼鏡，是這場推理遊戲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將凌克在過往多個公開場合佩戴過數款不同型號的黑色方框鏡架，從機場街拍到綜藝花絮，他的眼鏡收藏足以開一間小型展覽。而田曦薇那副在 Vlog 中出現的眼鏡，仔細辨認鏡腿納側的 logo 壓印與被托的銜接結構，與將凌克常戴的那副並非完全一致。前者更偏向輕量化的鈦合金材質，後者則是板材與金屬拼接的復古款式，只是在特定的側光角度下，兩者的金屬反光恰好都落在鏡腿中段，造成了視覺上的同款錯覺。更何況，黑色方框眼鏡本就是娛樂圈中男女藝人塑造知識分子感或稱準鄰家風的標配道具，幾乎每位當紅演員的造型衣櫃裡都躺着至少兩副類似的設計。僅憑鏡框輪廓和反光位置就斷言同款，無異於在沙灘上根據兩枚相似的貝殼推斷他們來自同一條魚。再退一步講，即便兩人真的佩戴了同一品牌同一季度的同款眼鏡，那也只能說明他們的造型團隊擁有相似的審美取向，或是恰好選擇了當季最熱門的單品。品牌公關同時向多位藝人寄送樣品的操作在行業內稀鬆平常。這距離同時間同地點的浪漫猜想船有着光年般的距離。至於街景角度的比對，則更像是某種選擇性注視的心理遊戲。將凌克被拍到的那條步行街，地面鋪裝的是國納二三線城市商業歐極為常見的煎灰色仿古磚，尺寸為600×600毫米的標準規格，縫隙間填着深灰色的勾縫製。這種材料組合充南到不可以在超過200個城市的核心商圈找到幾乎一模一樣的版本。它背後那家咖啡店的落地玻璃窗，採用的無框不鏽鋼包邊設計，搭配深胡桃木色的門把手，這幾乎是過去5年間新開業連鎖咖啡品牌的通用裝修模板。從成都的太古里到杭州的湖濱銀泰，從武漢的江漢路到瀋陽的中街。類似的玻璃立面每天反射着不同緯度的陽光，卻能在照片裡呈現出相差無幾的暖色調。田曦薇 Vlog 中的那盞鐵藝路燈，柱身上纏繞着鑄鐵製成的捲草紋，燈罩是六角形的古銅色琉璃材質。這種設計最早源於民國時期的租界歐路燈樣式，如今被大量復刻應用於歷史文化街歐的景觀改造中。近上海一地就有超過17條商業街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路燈型號。將兩張照片的重疊部分提取出來，除去地磚、玻璃窗、路燈這三個巧合元素，剩下的背景信息呈現出明顯差異。將凌克那側的路邊出現了某種特定連鎖便利店的紅白條紋遮陽棚，而那家便利店在田曦薇畫面的對應位置卻是一家樂店的綠色十字燈箱。兩者之間隔着至少5家店鋪的寬度，說明拍攝地點的街歐尺度與店鋪密度存在本質不同。
更有細心的網友調取了張凌克當日行程的公開路透，他當天下午確實在該城市某商圈參加品牌活動，活動結束後的自由時間恰好與那段散步視頻的時間窗口吻合，而田希薇的 Vlog 發布時間雖與前者接近，但他在之前的直播中提及過那段素材實際錄製於半個月前的另一座城市，當時他正在當地拍攝一部現代劇。收工後與工作人員散步回酒店時，隨手記錄了幾秒街景。兩條時間線如同兩條平行鐵軌，各自承載着明確的時空坐標，唯一的重合點只存在於某些粉絲的熱切想象之中。我們不妨把視線拉遠，看看這長同框疑雲背後更普遍的媒介現象。在超話社歐與短視頻平台的算法推流下，當代觀眾早已習慣將屏幕上閃現的碎片化影像視為待破解的密碼，每一個偶然的構圖相似、服裝色系相近或背景音效重疊，都具備迅速步懷並編織盡縮敏感的敘事框架。這種心理機制並非源於惡意，更多時候是一種對美好關係的樸素向往。當觀眾在劇中為張凌克與田希薇的某個對視鏡頭心動時，他們渴望這份化學反應能溢出熒幕，滲透進現實生活的紋理之中，於是任何一絲若有若無的線索都成了情感投射的錨點。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演員的職業特性決定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必然充滿大量標準化場景、酒店走廊、攝影棚外景地、商業活動區域的設計高度同質化，就連他們佩戴的飾品、穿着的私服也大多來自品牌借穿的固定詞，這使得撞款與撞擊成為概率極高的常態事件。倘若將娛樂圈近5年所有被網友爬出的同款單品與相似街景做一次統計學分析，佢發現其中超過90%最終被證實為純粹的巧合，剩下的1%裏又有大半是同一品牌宣傳活動或同一位造型師統籌的結果。真正涉及私人關係的交集案例屈指可數，且往往有更直接的證據鏈支撐，絕非依靠幾凈模糊截圖就能定論。這場討論中最值得玩味的，其實是大眾對同一條街這個概念本身的定義權爭奪。當有人說他們站在同一條街上時，那條街究竟是物理意義上的經緯度坐標，全是視覺符號構成的意象集合。張凌克視頻裡的街道有着明確的商業標識如建築輪廓，可以借助地圖軟件的精確定位功能將其鎖定在某個具體城市的某個街勾像下內。而田希薇 Vlog 中的街景經過濾鏡調色與畫面裁切，原本可能十分具有辨識度的店鋪招牌、路牌編號甚至行道樹的修剪形態都被模糊處理，僅留下最通用的視覺元素：磚縫的排列方式、路燈的投射角度、玻璃的反光弧度。這些元素一旦被剝離原始背景，就變成了某種街頭性的抽象符號。它們可以足於任何一座正在經歷現代化商業改造的中國城市，也可以不足於任何一座，因為它們實際上已經成為了當代都市景觀的平均臉。這就好比兩張分別拍攝於北京三里屯與成都縣陽太古里的照片，如果刻意避開地標建築，並將畫面聚焦於腳邊的地磚與頭頂的暖色燈光，二者之間的差異倍縮小到讓多數人難以分辨的程度。當我們將兩張照片拼至拼放大細節時，其實是在用一種近乎考古學的耐心去對抗現代商業設計的高度統一性，而這場對抗的列局早在開始前就已注定，因為標準化生產的商業空間本就不打算為偵探遊戲留下足量的勾分度。從傳播學的視覺觀察，這類同款疑雲往往遵循着相似的生命週期，起始於某位眼尖粉絲的截圖發布，佛教於意現領袖的轉佛解鬥，高潮於營銷號的添油加醋式匯總，最終沉寂於當事人工作室一紙輕描淡寫的非捉實聲明或乾脆的沉默。在這個過程中，最早的截圖發布者可能只是單純分享一個有趣的視覺發現，並未攜帶任何確證關係的野心。但當信息進入流量池後，每一次點讚、評論與二次創作都在為故事增添新的細節，原本的好像似乎可能會被逐步刪減，取而代之的是實錘鐵證、官宣給糖分等斬釘截鐵的斷言。張凌克與田希薇的這段散步視頻素材，本質上是一塊空白的投影幕布，不同陣營的觀眾在上面投射着自己的期待，
焦慮與娛樂需求，有人渴望他們真的在一起，因為那能延續劇集帶來的情感慰藉；有人希望他們毫無關聯，因為那能擁持對演運私人領域的邊界守護。更多的人則沉浸在推理過程本身的智力快感中，樂此不疲地逐正分析、對比參數、繪製時間軸，仿佛在參與一場未有裁判的全民解謎遊戲。然而，當我們被這些情緒裹挾着不斷放大截圖、銳化像素、調高亮度時，是否想過那些被反覆審視的影像碎片，本質上只是兩位演員日常生活中極其偶然的幾秒鐘切片？他們承載不了，也不應該承載如此厚重的敘事重量。在技術層面，將兩像不同設備、不同設置、不同後期處理的影像進行同款判定，本身就充滿方法論上的漏洞。將零克的散步視頻大概率由站者使用長焦鏡頭跟拍，焦距通常在200毫米以上，壓縮了背景空間，使得人物與街景的透視關係趨於扁平。而田希薇的 Vlog 則由輕便的廣角運動相機自拍完成，視野開闊且邊緣存在拉伸畸變，兩種光學特性下的地磚尺寸、路燈高度與玻璃反光形狀必然呈現出系統性差異。更不用說視頻拍攝時的光線色溫，像零克那段素材被普遍認為拍攝於下午3點至4點之間，太陽處於西南方向30度仰角，投射在地面的陰影長度約為身高的0.8倍。田希薇的 Vlog 中光影對比度更低，陰影邊緣更柔和，符合陰天或多雲條件下的散射光特徵。這與前者鮮明的硬光質感截然不同。即便我們將兩像畫面的背景元素逐一拆解，也無法忽視一個關鍵事實：所有被認定為相同的元素都是最不具備排他性的通用組件，而所有可能提供唯一性指向的細節，如店鋪全稱、門牌號碼、相鄰建築的輪廓線，都在各自的畫面中要麼被虛化，要麼被裁切，要麼被濾鏡吞噬。這種精準的巧合，與其說是兩人有意隱瞞同有證據，不如說是現代商業街景的設計模板與影像處理慣例共同製造的視覺迷霧。沿着時間擁度深挖，將零克在疑似散步視頻流出當日，其官方粉絲後援繪發布了詳細的行程簡報，明確標注了活動結束後的私人時間，他返回了酒店休息，聘有工作人員從側門取餐的外賣記錄作為輔助佐證。田希薇那邊，他在那段 Vlog 發布的同一天晚上進行了網絡直播，背景是他劇組所在城市的酒店房間，窗外地標建築的霓虹燈輪廓清晰可辨，與像零克活動城市的天際線毫無重合之處。兩份時間證據雖然都足於單方面口徑，缺乏獨立的第三方公證，但至少構建了各自邏輯自洽的時間線。若要推翻他們並建立起兩人同城同街的新敘事，就必須提供更具說服力的反證，比如同一時刻在同一地點出現的第三方路人、同一輛出租車的車牌號、同一隻流浪貓的斑紋特徵等更具唯一性的標識。然而截至目前，所有流傳的所謂證據始終在眼鏡框、地磚縫與路燈罩這三個低歐分度的層面循環論證，從未觸及任何能夠鎖定時空唯一性的核心要素。這不禁讓人想起數學上的抽屜原理。當標準化元素的數量有限而演運數量眾多時，隨機撞款的概率遠比我們直覺預估的要高得多。將偶然高概率事件鬥為必然關聯，是賭徒夢在飯圈推理中的經典變體。或苦更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我們如此渴望為他們構建一段不存在的同街散步記憶？像零克與田希薇曾合作過一部備受好評的都市情感劇。劇中兩人飾演的角色從解走向理解，在某個雨夜的街道上完成了情感的關鍵轉折。那場戲的布景恰好也包含了淺灰地磚、暖光路燈與玻璃櫥窗等元素。當現實中的街拍截圖與劇集畫面產生構圖上的呼應時，觀眾的記憶便會被不自覺地帶回那個追劇的秋冬夜晚，重新體驗到角色之間微妙的情感張力，於是他們將這份對虛構情節的眷戀轉嫁到了演員本人身上，幻想劇中的浪漫關係能在現實裡以散步同符的方式得到溫柔延續。這種心理遷移在影視文化傳播中極為常見，它是觀眾與作品建立深度情感聯結的自然副產品，本身並無對錯之分。
但一旦這種遷移從我希望他們怎樣演變為他們一定怎樣，並開始用放大鏡去搜集一切可供佐證的碎片時，就跨越了從欣賞到侵入的微妙邊界。演運在鏡頭前奉獻了角色的人生，卻不應因此失去自己行走於任何一條街道而不被逐證剖析的權利。他們佩戴的每一副眼鏡，經過的每一盞路燈，踏過的每一塊地磚，都應當首先足於他們私人的城市體驗，而非供給大眾進行關係推理的公開素材庫。回看整個事件的發酵過程，最令人唏噓的或苦不是那些被過度解構的細節本身，而是當最初的興奮與好奇逐漸退去後，留下的往往是兩位演員及其團隊不得不面對的被動處境。他們不能輕易回應，因為任何形式的澄清都可能被曲解為此地無銀，而沉默又配被某些人解構為默認。這種進退維谷的輿論陷阱正是當下娛樂生態中最為棘手的暗招。張凌克在後續採訪中曾被問及對街拍同款的看法，他只能禮貌地笑着表示大家開心就好。而田曦薇則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布了一張模糊的街景空鏡，沒有任何配文，被部分網友視為暗號式的回應，但更合理的解構或苦只是他想用同樣模糊的影像告訴所有人，街道就是街道，他承載不了太多附加的敘事。兩位年輕演員都以各自的溫軟方式化解着這場意外的輿論漣漪，沒有指責，沒有闢謠長文，也沒有刻意製造新話題轉移視線。這種克制的處理態度本身已經值得尊重。當我們將4000字的篇幅用於拆解一副眼鏡、幾塊地磚和一盞路燈背後的視覺邏輯時，本質上是在進行一場關於證據可信度的施庸訓練。它教誨我們勾分相似與相同的寓意差距，教誨我們警惕選擇性失明對判斷力的侵蝕，也教誨我們欣賞巧合作為生活調味料的輕盈之美。張凌克與田曦薇是否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條街的同一時刻並肩走過？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已不重要，因為真正有意義的並非那幾秒物理空間上的重疊與否，而是我們能否在未來的吃瓜旅程中，帶着更清明的眼睛與更從容的心態去面對每一正被放大的影像。下一次當你再次看到兩張驚人的同款截圖時，不妨先問自己3個問題：這些元素是否具備真正的排他性？時間線的交叉是否經過了交叉驗證？如果反轉了其中一張照片的城市坐標，我的列論旋據成立嗎？這3個問題如同一道簡單的濾網，能過濾掉80%以上被情緒渲染過的偽證據。在這個信息過載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天然地渴望着秩序感與確定性，渴望從雜亂的碎片中打撈出完整的敘事鏈。這種本能扭動着無數精彩的新聞報道與歷史考證，但同樣也可能將我們引入過度儀合的偏執深淵。對娛樂圈的輕重窺探本應是一場調劑生活的甜點，而不是需要交叉比對光學參數與歷清鋪裝標準的學術課題，更不該成為質疑他人行程真實性的審判法庭。那些在評論歐利維同款實誰據理力爭的網友，或苦只是太愛那部劇裏的愛情，太相信屏幕裏的默契能夠穿越虛實。這份心情本身是柔軟的、明亮的，他唯一需要調整的只是落腳點，從證明他們在一起轉向祝福他們各自安好，從爬出更多細節轉向欣賞已存在的作品。張凌克與田曦薇用專業的表演為我們做過夢，那我們就該讓夢停留在劇場亮燈的那一刻。當他們走出片場，走上真實的街道，他們應該擁有不必被反覆辨認鏡架型號的自由，擁有散步時不被統計步數與坐標的輕鬆。至於那副被反覆討論的黑框眼鏡，它終究只是兩位演員造型卸理兩副相似的配件。那些被逐證分析的地磚與路燈，他們不過是千萬個商業街鈎共享的視覺基因。而那張被拼接的對比圖，最終也會隨着新的熱搜出現而被沖刷進記憶的角落。但如果我們能從這次全民偵探遊揮中帶走雜魔，我希望是一種更健康的吃瓜姿態，既能享受推理的趣味，又能隨時放下執念，承認不知道和不確定才是生活的常態。兩位演員的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們會佩戴更多款式的眼鏡，走過更多風格各異的街道，
與不同的人並肩或獨行，而我們的目光最好退後幾步，從追光者的位置退回到觀眾席的遠椅上，為他們每一次銀幕上的精彩鼓掌，也為他們現實中的隱私留足呼吸的間隙。畢竟，最動人的巧合不是我們在截圖裏強行拼湊出的同框，而是他們在各自的故事裡活得真實且從容，而我們恰好隔着屏幕，驗證過那些發光的瞬間。此刻，窗外或許正有一條鋪着淺灰地磚、亮着暖色路燈的街道安靜地延伸着，有人戴着黑框眼鏡匆匆走過，有人舉着手機記錄日常。他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在網絡的某個角落，自己的影子曾被他人的想象力短暫借用了幾分鐘。這恰恰是這個世界最迷人的部分，無數真實的交集與立位同時發生，而我們能捕捉到的永遠只是極有限的幾幀。與其執着於證明某兩條軌跡是否重合，不如讚嘆他們各自延伸時的姿態都足夠優美。像凌黑的街道上有他的咖啡香氣，田曦微的路燈下有他的劇本節角。這兩幅畫面即使永遠平衡，也各自構成完整的風景。所以，讓那張對比圖停留在表情包的範疇吧。當一個有趣的廣被轉發兩輪後，就讓它自然地沉入聊天記錄的海底，而我們可以轉過頭去期待他們下一部作品中更值得回味的對手戲。那才是演員與觀眾之間最牢固也最體面的聯絡方式。理性吃瓜，不是冷漠，而是給所有美好的可能性留出它本應擁有的寬鬆土壤，不讓過度的注視灼傷正在生長的新芽，也不讓虛構的腳本複習真實生活裡那些安靜而紮實的腳步。最後，願每一次截圖與對比都能被善意地輕輕放下，願每一位演員都能在任意一條街道上自在地行走，不必擔心鏡框款式或地磚顏色成為隔日頭條的注腳，而我們作為觀眾，最得體的在場方式，始終是帶着欣賞的微笑，保持溫和的距離。